好啦，曼聯喺英格蘭足總杯第3圈咧，喺主場1-2輸俾白禮頓之後咧，喺本土2項賽事咧一出場亦都係出局，咁可以跌埋心水咧，睇翻剩翻嘅英超嘅比賽啦。計埋咧得翻17場嘅比賽要踢嘅啫，亦都係咧超過1個世紀以嚟咧最少比賽嘅一季。呢場波咧，究竟係誰之過咧？首先就廢查啦，排嗰陣就好多人就鬧啦，就擺文奴就踢個正選會用卡斯美路啦，文奴派住烏加迪做一個防中嘅位置，拉文斯啊繼續係正選嘅門將啦，馬天尼斯派約羅，左邊多古，右邊達洛治。中間班奴繼續踢個10號位啦，左邊用咗古亞，右邊用咗曼治踢嘅，前面繼續石斯高啦。開波初段好似係威係勢有幾下嘅攻門啊，包括咗阿達洛治嗰下單刀又有少少甩腳起腳俾史迪尼救到啦。另外就有班奴嗰下罰球同阿文奴做完之後，痛射就係俾對方嘅門將史迪尼撲咗出界。喺一輪虛火之後咧，結果咧又係防守嘅犯錯咧，導致失波啦。馬天尼斯都護到第一下空門噶啦，第二下咧，結果俾阿古達就補入咗，最終12分鐘嘅失手啦。呢個波就源自咧就即係攻守轉換方面防守咧，曼聯就翻唔切啊，結果右邊嗰度咧完全空晒，俾阿韋碧克咧打咗落去，嗰球波咧就都幾陰功下，都好空下，出翻嚟空晒完全都古達咧就步步個靚位啦，但係咧TNT Sport 咧喺半場嘅時候，佢要影翻個慢鏡，由中場開始，即係曼聯失咗波之後咧，即係失咗個控球權之後咧，由中場開始影住阿多古咧，其實一路咧阿古達都係冇人抹，個位置對位應該多古要提住佢，最終咧就係一路冇人抹之下，結果佢就好空之下就執咗隻死雞。領先住1-0啦，之後曼聯咧其實就係越踢越曳，我覺得係開波初段一輪虛火，之後越踢越唔好嘅，結果去到下半場更加曳，基本上咧連送個波上前場咧，我自己覺得都有啲問題，呢個就歸根於就文奴同埋烏加迪本身個傳送能力好曳噶啦，文奴咧亦都拖住個波，亦都係做唔到好多嘢，我自己覺得，所以咧就係第一件事廢柴就換咗。文奴走啦，就換咗舒亞斯入嚟，加上就Mason Mount喺右邊咧，亦都係唔係咁好，換咗利斯啊呢個小將61號仔入到嚟啦，但係入到嚟咧，反為又係因為咧後防空虛咧，俾人借好多粒，就係倒戈嘅韋碧克，嗰球波就韋碧克就拖橫球波啦，但係其實原子咧，我又覺得係多古咧就冇乜人，因為佢對位本身一交落去嗰下咧，其實應該就要佢隊友係呢個古達嚟嘅，古達咧就入完波之後嗰下就走空咗，其實咧喺前場方面白禮頓咧淨係得古達，一下打穿其實我都唔知有多古喺度夢遊定點啦，其實應該要落去拍對方，因為你其實應該要埋身或者緊貼啲，佢等佢攞住個波又係，結果古達攞完個波交橫啦，第二件事咧就係約羅失咗位，個波又係唔係好緊貼住韋碧克，結果咧就又係等對方即係佢控完之後再擺橫個身咧就咁樣起腳，當然最後嗰腳咧就射得好靚，拉文斯就欲救無從啦。但係其實源自一個防守兩邊嘅犯錯啦，一個多古冇排人啦，跟住約羅冇睇實韋碧克啦，我覺得係呢兩個人咧就最大問題嘅。就馬天尼斯唔知去邊啦，其實前場人哋都唔係好多人，同埋其實你踢落你都知，即係白禮頓踢到抽筋啦，基本上都即係其實都係捱住嚟踢，點知就係把握到你兩個犯錯咧就入到波。結果領先咧，去到2-0，曼聯咧就落不搭三間啦。呢個時候咧，去到尾段先換卡斯美路入嚟，先稍微好啲。但係其實已經去到79分鐘，再換埋麥佳亞。之前麥佳亞一路擺喺後備啦，呢一場波咧就真係有踢到啦。又走上走落噶啦。其實佢真係最有火係佢啦，即係啲隊友揦住個波，佢都衝上前場。換咗入嚟就卡斯米路入嚟就好翻啲啦，喺後面鬥住咧，即係起碼冇咁亂。因為成場波曼聯咧嗰啲中場方面點解亂，特別去到下半場更加亂鬥累可以話，即係完全咧，即係好似撞嚟撞，好似踢學界咁樣啊！大佬個波佢唔係攞住個波嚟踩嘅，好亂，啲位置又錯晒，即係完全一盤散沙4個字可以形容晒成隊波嘅表現。跟住去到85分鐘，終於咧就靠石斯高同阿麥佳亞一齊頂波，嗰下波咧就入咗，追成接近紀錄。
咁但係冇啦，跟住李斯啊，好快好緊接，即係2分鐘之內咧就2黃1紅被捉。咁第一下咧就去推甩腳啦，嗰下踩咗落對方，你一定係黃牌啦。佢自己心急，咁其實都唔係淨係佢跣腳噶啦，咁啊好多人啊古亞嗰啲咧都係攞住個波都跣跣地嘅，即係天雨路滑。咁啊跟住第二個黃牌自己攞嚟，第一個黃牌都話你甩腳啦，係嘛？推住個波推甩咗，你情急之下踢咗落去，踩咗落去。第二下真係年少氣盛啦，咁啊判咗個隔日球，跟住就掉波，咁啊球證一定俾嘅掉波係咪？咁結果就2黃1紅被捉。咁呢啲真係輸經驗咯，可以話即係唔夠沉住氣啦。咁畢竟即係好後生仔係咪？咁啊去到尾段咧都係無法自攻啦，咁啊基本上都冇乜機會啦。咁啊最終就1-2啦，都唔可以叫飲恨噶啦，我覺得抵輸嘅呢場波係咪？即係你首先費查就順錯咗文路踢個正選先啦，咁啊另外就擺咗 Mason Mount 喺右邊，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啲唔妥，因為 Mason Mount 即係基本上真係好似冇影咁去踢。右邊唔知點解係唔慣定點啊，咁所以其實前場方面係幾陰功下，得般奴係做到波，咁但係咧你開波初段嗰輪開火入唔到之後，12分鐘又失手啦，咁你幾早就失咗手，所以其實又係-1去踢咧，每一場波就真係好難踢啦。咁呢場波其實白禮頓都唔係表現好好啫，你見係嘛？都基本上都等你嚟啊，同埋有好多嘅失誤啊，白禮頓唔係以前嗰隊白禮頓嚟噶啦，咁。3分又踢後備，咁你其實都冇乜火力嘅後衛，逼克楞住阿古達2個人，再加迪奧高美斯，咁啊前面其實都唔係咁好啊。咁後面又回歸哥斯啦，咁啊踢個防中嘅位置，咁但係其實你整體實力咧，即係曼聯係請先嘅，加上有主場，咁但係咧就踢到一盤散沙咧，最終就輸咗波啦，係嘛？咁就喺足總杯一出場就出局啦，咁啊堂堂13屆嘅冠軍，咁啊結果咧就提早執包袱啦，咁啊亦都係咧，即係啱啱踏入2026年嘅1月，先得個2個禮拜，咁已經係連佢最後即係有機會爭下冠軍嘅希望都冇埋啦，咁啊真係我唔知係咪自己攞嚟啦，咁啊阿詹 Sir 啊打落係嘛，跟住就貝拉達啊，咁啊維確斯啊等等都唔知點樣諗啦嚇。即係搞到一鑊粥咁樣，跟住又炒埋阿摩廉咁啊！真係呢個1月咧都過一半啫喎，已經係咁多事發生啦。咁啊，真係唔知點樣收科啦。咁依家仲話揾呢個暫代嘅教練，咁啊睇下蘇斯亞查定卡域克啦。咁啊嚟到執下個爛攤子，不過都係要專注個聯賽嘅啫。咁呢場波咧，曼聯好多進入對方第3區域嘅，咁但係咧其實都係做唔到有威脅嘅埋門。咁啊19次嘅攻門啦，咁啊有8次中目標，咁啊白禮頓多13次，又有4次中目標，咁但係咧其實即係真正有威脅啊，或者好近幕，其實又唔係好多，我自己覺得。因為中場混戰居多啦，好多時候大家都係傳失波啊，即係其實個成場波個水平唔係好高，都係亂鬥亂嘅。咁啊最終就對方滾入咗2球啦，咁啊都係自己攞嚟噶啦，曼聯方面啦，咁就。好啦，咁啊已成定局啦，可以話咁啊第3圈出局啊，咁啊連同喺聯賽杯咧，咁啊輸咗俾乙組仔金士比之後咧，咁喺本土2項賽事咧都係一出場就出局，亦都係咧自呢個1981至82年之後咧就第一次嘅，咁啊冇啦，咁啊踢杯賽踢2場啦，跟住聯賽踢38場啦，咁今季咧淨係踢40場波嘅啫，咁亦都係咧。超過1個世紀以嚟最少比賽嘅一季，真係我都唔知有咩説話好講啦。有2-3個球員咧，呢場波就真係好值得關注。第一個咧，我真係可唔可以唔好再出多股？佢真係首先進攻唔係好得啦，防守方面真係曳到不得了。我想話一來位置咁差，二來咧就算佢身形咁高大咧，佢拍落對方度咧，其實都唔係好抹得好好。咁第3件事就係魯莽出腳啦，有啲波明唔應該犯規，就喺嗰啲 K 角位嗰度成日都犯規，懟落去人哋嗰度犯規輸罰球啊！呢啲其實又係好不智嘅。咁跟住又抹唔到人啦，咁啊有2球失波，我自己覺得佢都有一定嘅責任嘅。咁啊特別係第2球波冇懟翻阿古達個位，其實佢可以拍落去，我自己覺得。咁就累到球隊咧，就其實喺防守方面咧，其實唔係做得好好啦。咁我覺得多股。因為佢而家係踢
閘位，所以其實佢個防守係緊要嘅進攻。咁啊，但係佢又好掛住進攻，下半場咧係咁湧上去做進攻，又嚟倒掛係咪喺龍門口？咁跟住又俾人打到爆晒光咁樣。咁但係你唔該做好防守先，係嘛？你個位置企得好，你穩穩陣陣你先上去。即係你依家個責任同埋你個位置係左閘啊嘛，咁唔該你踢好啲，但係佢就係踢得唔係咁好嘅，咁亦都係好多失去控球權啦，又好中意上腳推波啦，咁啊表演腳法啦，咁場波失20次失去控球權，作為一個後衞嚟講，佢真係幾多下，你諗下，你唔係中前場球員喎，咁啊呢個真係抵鬧，我自己覺得係頭號戰犯嚟呢場波。第二個戰犯係達洛治，咁首先喺前場方面個單都唔得啦，推甩腳啦，有幾下走空，其實白禮頓嘅左閘方面係弱啲嘅，有幾下都係佢走空，咁啊石斯佢都試過走空啦喺嗰個位置，咁但係把握唔到，咁都唔怪你係嘛？進攻方面唔係你嘅專長，咁但係你做好啲基本嘢好唔好啊？右邊出波又出唔到啊，底線傳底啊，下半場完全好似自己當正自己踢前咁樣，好似咧哇甩得好勁，好多時候都要約羅喺右邊嗰度包啦。咁呢個即係呢場波咁多流動兩個閘位啦，特別係右邊啦，左邊就多啦，咁啊嚟自多股啦，其實都好反映到個逆風。咁啊因為咧幫唔到手，古亞好勤力，Mason Mount好多時候都失咗位，追翻落嚟咧，好多時候都係要跑翻轉頭，因為已經失晒位，咁所以其實呢方面都要諗下啦。一來咧進攻方面咧就啲位唔啱啦，二來亦都影響到某程度方面咧會影響到個防守方面。咁啊達洛治就好多失位啦，咁啊失第一球波就係佢個位俾人打穿咗啦，佢又攝咗埋中間同 Mason Mount 咧，其實個位唔係好好，咁所以韋碧克就把握到呢個位。咁另外白禮頓都好醒嘅，咁有一段時間咧就專打曼聯個左閘。咁啊猜即係特別下半場嘅印象中，就係見到多股咧唔係好掂咧，就成日踢多個人落嚟咧，就係咁喺佢咧同馬天尼斯中間走落去啲位，所以好多空位，有好多時候咧都走啦。有一球係石斯高翻嚟包到，我記得係。咁所以其實個漏洞好大嘅，即係如果佢哋踢兩邊閘位，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弱點嚟。咁另外就約羅啦，咁真係唔係好得啦，即係其實。好老實講，即係可能信心問題啦。咁有時候，即係一來唔夠硬淨，二來啲位置企得唔好啦，係嘛？你應該要緊貼住對方。咁如果我唔知點解今場唔出希雲啦，咁啊，相比之下希雲會好啲嘅。咁但係呢場波係後備嘅，但係就冇落到場，即係就係擺喺後備席上坐足全場嘅啫。咁啊，約羅呢場波表現唔好啦，咁啊輸第二球，即係關乎佢，咁啊走失咗呢個韋碧克啦，我覺得佢應該要緊貼啲嘅，咁佢係最後嗰下先嚟出腳，人都起咗腳啦，係嘛？好啦，焦點人物文奴啦，唉，咁啊，即係冇話唔俾機會啦，咁啊，即係阿摩連走咗之後咧，其實即係有啲有利嘅球員咧，有啲係不利啦，佢係最有利嗰個，因為咧依家會踢翻4個後衞嘅時候，4-2-3咧，其實多個中場位置咧，佢有機會可以落翻場。咁二來咧，佢係好想杜曹睇到咧就。即係選去入英格蘭代表隊咧，可以踢世界盃咯。咁但係你咁嘅表現，大佬真係好難搞喎。即係感覺上咧有啲模棱兩可咧踢呢個位置。咁試過俾你踢進攻方面又唔係好得。咁啊，結果佢2場正選啦，今季。咁啊，第一場咧就係聯賽盃對金士比，另一場就係呢場啦。咁啊，2場波都係杯賽，都係輸波而出局㗎。咁啊，賽後 The Athletic 啦就講文奴啦，其實焦點另一樣咧就係究竟費查可以做啲咩啦？咁都冇咩可以做啦，逐場嚟啦。咁依家都唔知嚟緊萬事打比係咪佢打係嘛？講又講好咗，對般尼同埋呢一場波就佢打啦。咁啊，嚟緊就17號咧就再作打算啦。咁可能呢幾日都會有消息嘅。咁一嚟劈頭就講下咧，就邊個尷尬啲啦？咁啊，究竟係之前聯賽盃輸俾乙組仔嘅金士比啊，定還是呢一場咧喺呢個足總盃第3圈咧輸俾白禮頓？我覺得都差唔多。咁呢場波唯一安慰嘅就係見到曼聯落後，無論落後0-1定0-2都好啦，定還是1-2都好啦，都係向前去進攻嘅。呢一點係好過之前，有時覺得起碼有翻個鬥心喺度，仲係咬住嘅，都着緊啲，唔係太慢板嘅。咁但係個結果係做唔到出嚟，你淨係真係得個進攻，咁但係你冇方法，加上啲球員去到尾段體力下降嘅時候咧，跟係踢得越嚟越曳。
好啦，咁啊呢場波啦，咁啊講翻就係因為咧就係冇咗歐洲賽啦，亦都係本草方面咧咁早出局咧，亦都係今季咧係最少嘅比賽啦，可以話自1914-15年球季之後咧就最少嘅比賽。咁啊今季只係踢40場波啫合共，咁啊因為2場杯賽啦，再加38場嘅英超啊，咁作為一個暫代嘅或者係看守嘅教練啦，咁啊費查就點咧？咁呢場波咧就出咗好少上陣嘅文路，咁啊結果咧就為人詬病。咁我唔知大家點睇啦。我只覺得試都無妨嘅，咁但係你覺得唔得嘅時候，係咪要早啲換咧？咁啊卡斯梅79分鐘先入嚟，係咪會比較遲啲咧？咁另一方面亦都反映到阿韋碧克咧老而彌堅，可以話35歲。咁賽後訪問佢都有問到啦，有啲記者有問到佢話：喂，你同費查講咗啲咩啊？咁其實跟住佢又講啦，其實佢球員年代咧，費查幫到佢好多，咁所以其實佢都好敬重阿費查，所以賽後嘅時候咧就向佢問好。咁有啲記者就問佢：喂，你有冇即係如果世界盃一踢係點啊？佢就唔諗啦，話只不過咧足球咧就千變萬化嘅，咁咩事都可以發生，咁到時再算啦。咁啊，韋碧克你以35歲嚟講，佢都幾好啊嘛，幾穩定，佢又做到好多嘢，又停到個波，自己又去到波，又冷靜。即係當年就其實好憎佢嘅，因為我覺得唔係咁好嘅。咁啊，但係費格遜好中意出佢嘅。咁啊，亦都要證明咗啦，依家越老越可愛啦，可以話。咁啊，呢場波亦都係一入波一助攻咧，就踢走咗曼聯啦。咁啊，另一個安慰點就係謝斯高又入波啦，咁啊連續2場有波入啦，咁佢都有啲笑容嘅，入咗球波。咁但係曼聯最終都係要輸波啦。咁啊，究竟有幾大影響咧？咁啊，對於即係今季咁早就出晒局啦。咁啊，第一件事就係唔使諗爭標先啦，係嘛？咁專心踢好聯賽啦。咁呢個亦都係咧聯賽杯同埋足總杯啦。咁啊，即係第一次落場就出局咧。咁亦都係自1981-82年之後嘅第一次嚟嘅。咁啊，即係成42年啦，都未試過咁濕滯嘅。咁係好事定壞事咧？咁啊，踢得少啊，咁啊，都唔使咁多球員啦，係嘛？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咁，依家啲球員唔得啦。咁好消息就係咧，安保姆同阿默咧都喺呢個非洲國家杯出局啦。咁啊，卡麥隆啊出咗局啦。咁啊，跟住科特迪瓦亦都係輸咗俾呢個埃及咧，都係出局。咁所以其實呢2個球員都係講得切啦，應該咁就嚟緊曼市打比可以候命嘅。咁而家曼聯就暫時喺英超方面就排第7啦，攞到同阿仙奴就相距17分啦。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你個杯賽出局咧，踏入2026年，只不過11日咧，你都唔使諗有即係冠軍落大啦。咁啊4大解項都其實都近年都試啦，試唔少啦，係嘛？咁不過就冇呢一屆咁多啫。咩上年都有歐霸爭下，聯賽就喺下半版啊嘛，都有歐霸爭下。咁呢屆就乜都冇啦。咁冇歐洲賽，咁啊只係踢40場波啫。咁啊都幾陰功下嘅，可以話。咁文路啊，呢場波踢成點咧？自8月之後，咁啊頭先講過啦，其實唔係特別好啦。咁喺後面輪住個波，好多時候咧都係做一啲搏腳嘅工作，即係發揮唔到佢個優點啊，可以話。因為佢唔係踢呢個位嘅，依家要佢哋類似防中嘅角色咧，其實都唔係好好。不過就有得上陣啦。咁因為之前阿摩廉咧，其實都唔容許啊。咁啊，唯一正選咧就係呢個對住金士比嗰場嘅聯賽杯嘅賽事嘅，即係喺8月尾嘅時候。咁啊之後都係後備上陣居多，同埋踢嘅時間好少啊。咁所以其實佢要爭取世界盃嗰個席位咧，其實都非常之困難嘅。咁依家中場咁多人可以揀，係咪英格蘭？咁另外有卡斯米奧啦，呢場波就出翻嚟就好多啦。我自己覺得即係完全唔同，我2個卡士嚟可以話。咁即係一來去淡定啦，即係交啲波會有啲分寸啦。咁二來咧，其實佢係控制到個中場嗰啲節奏啊，或者係傳波快慢啊等等咧，其實係做得好啲。咁啊喺呢個高層咁亂局之下，費查究竟可以做啲咩？都冇得可以做，我覺得跟我打做嘢咯。我自己覺得咁，因為依家都即係見步行步，可以話佢做一個戰隊嘅教練，咁都係啊。咁啊呢場波就可能就係排陣方面有少少問題啦。咁啊，但係佢都大膽嘅，再用利斯啊呢場波。咁啊，擺佢落到嚟，咁開頭有啲表現，我記得出2球波都 OK，咁但係之後就係因為小朋友
都係啲心火氣盛啦，咁啊年少氣盛啦，咁啊所以咧其實嗰個紅牌咧，我覺得真係即係兩黃一紅咧，其實佢係輸在冇經驗啊，同埋太後生啦，咁樣係嘛？啲火一上到嚟都係收唔到。好啦，咁啊，曼聯就出咗局啦，咁啊嚟緊就專心聯賽啦，咁啊激戰啦，1月17號啊，咁啊星期六，咁就會主場喎，都繼續係啊，咁啊對住曼城，咁啊睇下做法啦，睇下費查係咪繼續去領軍啦，咁啊睇下文奴有冇得上陣啦。好啦，咁啊希望大家就收拾心情啦，咁啊都慣㗎啦，特別係咧依家個高層咁亂咧，即係好影響到即係下面啊，即係無論教練啊、球員啊等等啊，咁啊唔好影響球迷太多啦，咁啊希望大家都放開懷抱去睇曼聯嘅比賽啦，咁啊如果唔睇就唞下啦，咁啊不過曼市打比都應該要睇嘅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啊今集講咗咁多先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